另外，伫高雄轻铁的新上国小站呢，初二暗时有2个查某人落车了后，转行伫咧这铁基路顶头，司机甲饲喇叭警告，这2个人才赶紧用走的来离开。高捷公司是表示讲，今年到当这民众装入轻铁吊饰的，拢总是有3件，这款行为是违反着大众捷运法，上悬是会当罚到7500块。 初二暗时8点出啊，2个查某人就安尼带司机行伫咧轻铁的铁基路顶悬，等到轻铁司机饲喇叭，才赶紧用走的离开铁基路。这是高雄轻铁的新上国小站。照理讲，民众坐到站了后，爱行斑马线去两边的人行道。这2人敢若是直接驶过护栏，行落来草仔步。对此，高捷公司表示，民众的行为已经违法。一度停车，鸣笛要求离开轨道后，列车恢复正常行驶。该民众的行为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。 依法可开罚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锾。高捷表示，今年1月到当民众无细致装入轻铁铁基路的条数统计，人的部分有3件，车辆的条数嘛有3件。除了宣导以外，其实伫咧车头月台附近拢有做真侪告示牌，提醒民众袂使进入轻铁的铁基路。附近民众讲，在顺路这段不定看到有人行伫的铁基路顶，尤其是外国人，因为路草无实，看无指示牌的上接发生。因认为爱针对过路人加强路线的方向指示。他们其实蛮多人都不知道要走 斑马线过去，他们都会直接沿着这条就一直直走。我朋友来到可能都会看不到这边是轻轨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你说有一个明示的，就是配套或是怎样会比较好一点，其他外国人看到才不会比较容易闯进去。 高捷讲，民众无细致装入轻铁铁基路，敢若有造成条数的，才有列入统计。这也代表，亲像这2个民众的违规，唔知影有偌济件。对此，民众表示，因为轻铁推送也无介久，大家也袂关心。若是会当加强过路人的路线指示，无论对在地人还是外国人来讲，拢会有帮助。记者柯家族柯超雄高雄采访报道。